来关心新北市一间高中的国中部，昨昏有2个学生冤家，其中有一个国中3年的查甫学生摕刀啊挂着对方的案本啊，甲刑砍，当场互这个学生囡仔无喘气、无心跳，赶紧送病院抢救，已经有恢复生命的现象。学校是表示，2个人无熟识，嘛无结冤仇，单纯是因为冤家才发生意外。警方已经介入侦办，也依照杀人未遂罪名，即马甲摕刀啊这个查甫学生移送法办。新北市一间学校半夜发生学生摕刀攻击的闹血冲突，一个15岁国3查甫学生和另外一个同学摕刀违判暗棍刑砍，学校赶紧送医急救。因为口角冲突的关系，导致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那学校知道之后，马上把这个学生紧急送医，然后后续做通报的动作。如果中到一个女学生要进入上这个班找朋友，和查甫同学用毋是家己班的拒绝，佮赶出教室。女同学找来另外一个查甫同学理论，双方伫教室外口冤家996。查甫同学提出刀啊攻击，互伤者胸砍，颔骨也受伤，大量失血，无喘气、心跳，紧急送去阿东病院急救。可能是误入到班级，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冲突的动作产生。老师可能有在附近，但可能没有想到冲突这么快发生。对，也许这个部分对，可能是像这个样子啊。不过这个部分是还要再理清。受伤学生利用叶克膜抢救了后，已经恢复呼吸、心跳。根据了解，2个查甫同学伫教室外口冤家，教室内底老师维护阻止，2个查甫学生互相无熟识，也无性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初步了解是误发事件，学校伫第一时间完成通报。学生的一个偶发冲突事件，那校方在当下就立即陪同就医，目前正由教育局跟学校积极来协助处理当中。觉得非常的遗憾我想我会请国教署跟新北市教育局尽快对这样的案情做一个了解那也来做后续的一些必要的协助跟加强在这方面的一个防护。摕刀攻击的查甫学生被带回土城分局侦办，学校也要针对事件赶紧调查清楚，佮提供相关的学生辅导措施。记者综合报道。